东北的消息，这礼拜有关火焰山有一条产业道路，进前有民众伫咧记录山沟的生态时阵，翕到真罕见的画面。一只螃蟹鹰为树仔顶飞落要攻击这个高镇，这个山沟为了要闪避攻击，为树仔顶跳到对面的大路顶啊拿，也有的呢，这个行这个电缆线伫空中海来海去，袂输是空中飞人共款。最后规人高镇拢顺利逃脱。专家是讲，猛禽类一般拢会这个掠这款鸟鼠也是蛇类，就讲攻击像狗只、大只这款的动物是头一摆听到。民众翕到这真罕的看画面，别伫火焰山顶一顶高山啊，伫咧树林内底找食。这个时阵，一只东方螃蟹为真远的所在飞过来攻击，高山啊看到歹亲像的目叶，惊甲紧旋，就亲像空中飞人共款，直接为这边的树啊跳去大路对面的树林内底。小林山3、4只高山啊，就亲像马戏团特技表现，功夫是不加削下，有诶，佫真溜溜，一身掠电线伫咧空中现咧，落尾跳去树林内底，福记路生态民众是看家己拍扑啊。当时看到这群猴群都在树上，有老鹰飞过来，他们这些猴子就赶快逃命了，不然不逃不行，老鹰会来追杀他们。车有100-200只有哦。火焰山顶的高山啊，就亲像练过刀身共款，不管为地面逃命，或者是为空中飞过大路，将规尾全部拢会落到地面，嘛亲像伫咧点名，一只佫跳去路边的草坡内底。我们这边没有记录过它有捕食大型野那个哺乳动物的这个记录，不过它会就是会捕食老鼠或是那个松鼠之类的野生动物，比较小型的动物。对，比较小型的。目叶攻击狗，敢是自然的现象。关乎生态保育科讲，目叶事实上拢会掠细只蛇或者是鸟鼠，不过攻击亲像狗这么大只的饲人类动物，因国单也无相关记录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